新冠病毒的疫情大大冲击到全世界的经济，台湾嘛闪袂过。经济部的调查，影响上严重的是上款夜市啊，甲传统市场业绩减3成到5成。咱的记者实际到观光景点甲餐饮的老店去行一抓，发现真侪店家当面临着生存的危机。全台湾的服务业加上制造业，大约有250万人的生活受到威胁。行政院通过1.05条的纾困方案，要来抢救经济。业者家己嘛推出着自救的方案，要来渡难关。到底防疫甲经济要安怎来选择？到底要甲倒一项放伫咧头前？若是甲经济放头前，甲游客搁靠倒来，是毋是会搁来形成防疫另外一波的危机呢？继续来看咱的报道。我叫陈立荣，业界称我叫掌柜。我从事呢餐饮业48年，这48年当中，今年呢是我碰到过呢最惨淡的一年，而且呢真的很惨很惨。虎爷早安，这次的新冠疫情啊，影响我们餐厅的生意甚巨。麻烦呢，虎爷呢，您出去一下，跟客人讲，你们不来用餐，我们会饿死。台北市博爱地区老字会上海菜餐厅掌柜的陈立营，伊例行工作数十年来拢同款，不过今年是上武做、上帮红、上惊吓一年。上次太咸了啊，多少人砍判啊？味道尽量清淡一点，少一点，量重少一点，因为这次新冠疫情啊，尽量做少一点，新鲜一点啊。伊的为人30外的内外场的员工拢看在眼内。采访团队拍片这天以外，记录了一段餐厅员工真情的对话。我们可以不拿薪，然后来帮你啊。你认真，你不要跟你们不要跟我讲这个话，是认真还是怎样了？认真，认真的。是你一个人还是大家都这么想？大家都这么想，大家的意思。最后，陈立营甲员工达成共识，每个月员工加休6天，减少人事支出，大家手牵手竞做伙，要互老店渡过难关。展现出你的诚意，1%也好，10%也好，20%也好，你展现一下房东的诚意。说句实在话，心里话，大家心里会感激啊，会感动。不过生意这歹，无人订桌，看到门口来往往的人，心内特别感慨。门口如雀啊，然后熙熙攘攘的人呐，不进来啊，老天爷情何以堪啊，意难忘吧。这种场景，这款的心声是全台湾的餐饮业共同面临的困境。这边是缅甸的木雕，因为我们为了开幕，特地从东南亚带过来，想不到刚好遇到这个疫情啊，然后不是被同业打倒我们，是被这个疫情打倒。来台湾30年的缅甸华侨吴成贤，人称阿贤师。2020年2月份选伫台北市内湖开分台店面的餐厅。不幸遇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，我们店什么都有在消毒，只有钱币没有消毒，因为大家都爱钱。在乐观的天性下，阿贤师心内有外人看袂到的实质。这是我们餐厅的冷冻柜，之前的话每一天都要再进货，现在的话是变成说。为了这个疫情啊，都是变成说3天呀、2天才可以进一次货，哪来的那么多资金一直在烧？没有这个资金在烧，这个是讲出真心的话。每天晚上以前头发都不白，现在头发都全部白完。唔愿这简单的向现实屈服，这餐饮业者正展现严硬义领。全力要突围。你为了生计啊，做1块是1块，做2块是2块。
要对台湾更有信心。台湾是一个宝岛，很好的国家。伫时机上歹时阵，师傅兼外送员掌柜的卖便当，餐饮业遵照政府公布的社交距离的指示，饮料店排队动线顶面拢有打距离的大纸，餐厅采取玫瑰做，倒啊拢有旅客开列保持距离。百货公司的美食街用餐区拢有倒透明的隔板来营用。防疫之下生存战，业者是想尽办法。不用担心啊，被旁边的这个民众所影响，比如说飞沫啦，或者空气传染这样子。高高徛伫山顶的九份山城，无分每日有伊宁静的风华，是游客必游之地。如今山城之美关在，却是无人去。嗨，吴大哥，我们来了。你们好，欢迎来到。经过弯弯的山路，采访团队拜访金龟石的民俗主人吴乾正，用庄凯善良甲热情接待来自各地朋友，言过笑容之下，却带有淡薄无奈。疫情期间当然是生意大家差了很多，那可是也因为疫情期间，就是让像我们很多民宿可以借这个机会，可以做一些细部的整理啊。尤其阮拜访这一天，两栋民宿4间房间拢无人住，家境也好，吴乾正真烦恼。这一次感觉又比 SARS 又更严重，因为好像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，所以订房大概少了3-4成。上礼拜行过怀旧记忆的九份老街，经营超过30档的老店，上感慨。嗨，你好，有什么？隔壁可以坐哦。一看就知道超烂的，都没有几个人。第一次就遇到这一种。现在都自己的人了，我2个媳妇啊，我太太我啊，本来有还请那个2个员工啦，现在真的付不起薪水，就是只有假日他们来请假日而已，平常就没有了。整条老街去空空洞洞，我们店家的店员比游客还多。原本呢我们是每天开嘛，啊下个礼拜可能会收到病人哦，5、6日2、3、4休息，因为2、3日都没有人啊。九份老街平常时有3万人次，假日差不多有5万人次。不过这2个月来，老街差不多拢看无外国人客，敢若剩一寡台湾人尔，游客剩差不多1成到1成5。喝一点啦，来小姐，没有买没关系。平常时下晡超过1/4的店面无营业，不过伫这波疫情中，无人愿意深夜白机啊。目前知道的话，店家大概他们会比较缩短工时来上班，就是说可能他每天早上9点开门，他可能会变成说中午12点。那晚上的话，可能他8点9点打烊，他可能会提早到7点。目前的话，倒是有一些房东，他们很正面，有的是减免房租。像我听到最好的房东，他是减免3个月房租。麻烦你要这个额温哦。好。打造无毒安全的观光环境，154间店面大团结，民众入去老街店面消费进前，爱先量体温，用酒精来消毒，店员嘛拢总有挂嘴安。不过，这拢只是基本的防疫措施。先加4茶匙的盐巴，然后再加水，盐巴一定要搅散。搅好的盐水再倒下去。然后在电源打开，就会自己煨30分钟，电解。老街防疫作战，在酒精较歹处理的情形下，上款联谊会家己开钱万几块，学制造出力酸水的机器，无限制分装好店面使用。在这个疫情的大环境氛围之下，我们还是希望说，先把九份打造成一个非常让游客放心的一个安全旅游环境。老街上款积极挽救美气，清明连假4天，包括垦丁、阿里山等有11个风景区，统计观光人潮有150万人次。疫情指挥中心赶紧发出2条国家级的警报，呼吁民众莫去，并且研究因应之道。
景点、夜市的人数以及饭店的订房数，拢将进行总量的管制。其实以现阶段来讲，当然是防疫最优先啦，因为没有了命的话，什么事都不要提了。当然，经济也很重要，如果不影响它的更恶化的经济的情形之下，它可以做一些整理啊，或者是改造啊。新冠病毒考验到台湾每一个行业，当产业变成产业，当多点调动袂调的时，面对这场空前危机，想要拍赢这场战役，想要步找不出路，不如欠一寡精力，提悬防疫作为，守住防线，思考应变的方式，才有到伫逆境过了后，变成最后的胜利站。